師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好，繼續翻嚟呢一 part 呢，我哋講到城市經濟啦。咁啟德體育園呢，當然係一個地標啦。咁其實政府呢，舊年呢就住啟德呢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呢，勘察嗰個研究工作啦。咁其實運輸及物流局呢，較早時候都公布咗個優化方案啦，亦都呢係區議會方面有啲討論嘅。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就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張景勛議員。Hello， 張議員你好。早晨啊，林健。早晨，係啊。咁啊，嗱，睇翻呢就係呢，禮拜四呢，九龍城區議會呢交通運輸委員會係討論過呢一件事啦。咁特別呢都想睇到啦，今次呢市民都好關注住嗰個走線啦，同埋嗰個車站嘅安排。咁當中呢個討論嘅情況係點呢？係，琴日我哋都喺區議裏邊咧，就同署方都有討論到過呢個新嘅設計嘅方案。咁其實大致上我哋都歡迎呢個方案。咁當然都比較即係欣賞佢而家多咗一個由5個車站變咗6個車站啦。咁而嗰個車站亦都係一個車廠嚟嘅。咁原先一個嘅商業嘅用地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加快呢個進度，亦都可以惠及到咧居民嘅使用嘅。咁啊，當然仲有其他嘅車站咧，其實都會有啲關注啦。咁包括可能係我哋本身啟德港鐵站附近嘅車站廣場嘅站啦，同埋咧體育園嘅站。因為其實嗰邊嘅站嘅位置咧，其實都而家暫時都係擬定緊嘅。咁啊，亦都希望可能喺嚟緊一啲時間咧，都可以同居民咧都約見居民啦，同埋咧署方可以有多少溝通，因為都比較近一啲即係私人嘅住宅啦。咁同埋其實都往後其實都會有利於呢個體育園嘅一個嘅活動嘅進場出場，或者係一啲即係遊客嚟呢度嘅觀光等等。咁所以其實喺啲站嘅位置或者設施咧，其實我哋都會多加同即係署方同各方去分享嘅意見。咁但係當然其實其中有一個段落咧，就可能有多少少嘅分享嘅，就係講緊呢個嘅跑道區嗰邊嘅空中花園啦咁樣。因為而家嗰個設計咧，其實同之前有少少優化嘅。咁啊，之前可能就會偏埋咗一邊嘅私樓區嘅。咁而家咧就喺空中花園上邊咧，咁變相同署方溝通都係啦。咁即係喺同私人住宅嘅範圍咧，其實就會比較多咗個空間係啦。咁啊即係變相左邊同右邊嘅空間咧，其實係比較一致嘅。咁但係可能有少少嘅一個考慮啦，就可能居民有少少建議就係話，我而家喺空中花園上邊去起個鐵路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可能將空中花園一啲休憩嘅地方就可能遮掩咗咧咁樣？咁所以就呢方面都希望可能往後咧就同居民都多少少嘅溝通，咁啊同署方都可以交代多少少我哋大家居民嘅意見咁樣咯。咁啊實有阻力啦，因為有啲路段咧就已經係入咗火噶啦。咁你空中花園上邊原本你望住個花園嘅，變咗望住條輕軌，咁實係低層嗰啲住戶實有啲意見啊。咁呢個阻力就必須要梳理啦。咁但係今次睇翻區議會個文件見到咧，就特別提到話有個車廠嘅喎。咁個車廠嘅位置咧都喺核心地段，喺個跑道嘅前端啦、前中端啦。咁而再重一點咧，就話係車廠部分用地咧就會容許可能成為物業發展。咁呢個會唔會改變咗成個規劃嘅佈局咧嚇？如果係住宅嘅話，如果唔係住宅，唔知佢食唔食得落嘅呢啲咁即係咁嘅規模人口，仲有其他商業活動啦。咁如果係住宅嘅話，咁對於個住宅供應或者之前投地嗰啲發展商，冇預理又再有個車廠，又有一堆物業走出嚟嘅喎，呢種平衡點樣做得到咧？係，得翻我哋見到就係因為有一個車廠啦，咁所以其實都加快咗呢個嘅需要用地嗰個嘅規劃同埋使用嘅。咁而當中喺即係呢個車廠裏邊，其實嗰個物業嘅發展權咧，亦都有機會係會為呢個項目咧提供嗰個財務嘅資助。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個車廠對於車廠附近嘅私人屋苑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優勢嚟嘅，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同埋都見到喺嗰個郵輪碼頭嗰個嘅站，即係個尾站咧，其實都有清楚都有講到嗰個設置係點樣，即係可能喺即係地下大堂、月台等等個設計咧，其實都相對會將來都會方便到
市民啊、遊客啊上船落船嗰個嘅接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項目上邊一個好嘅優化嘅一個嘅進程嚟。我想問下局方呢，有冇咧交代到個細節呢？特別係居民都好關注住呢嗰個時間啊，或者推進嘅情況究竟係點啦，同埋嗰個財務安排係點？有冇個清晰嘅路線圖呢？其實佢嗰個當然票價嗰度咧，暫時未一個實質嘅數字啦。咁我相信往後我哋都會再去追問嘅，係啦。咁不過就喺嗰個時間上面，佢哋都有提及到一個叫雙創新嘅一個做法。咁即係簡單講就係話邊去做一邊咧去做一個即係投標，一邊咧就去做嗰個設計，甚至乎嗰個嘅法定等等嘅程序，咁令到可以優化嗰個時間。咁所以相對嚟講，即係簡單講啦，即係25年3、4季咧就會做嗰個投標，26年咧就會去有一個訂立咗嗰個中標啦，然之後27年就開始去興建。咁所以佢就講緊咧就係2031年咧就會落成嘅。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能夠有幾快就做幾快啦。咁希望即係好嘅交通之下咧，亦都可以多啲居民去入住人通咧就路通。咁件事咧就會即係嗰個即係做法咧就會比較好啦。嚟緊你哋都會同啲居民方面咧，即係收集佢哋嘅意見咧，同局方方面反映啦。初步嚟講，居民其實最關注嘅焦點喺邊度啦？其實當然最關注咧就係盡快落成啦，係啦，咁亦都咁，但係相對嚟講，其實頭先啱啱所講嘅一個空中花園嘅路段，當然亦都係關注嗰個設計上邊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嘅調整。咁但係最重要啦，咁其實都係希望有多少少支線嘅。咁其實都近期都去咗一個新急症醫院嘅模擬嘅場景去參觀。咁其實都順帶一提就係大家都希望有個支線咧去呢個兒童醫院、新急症醫院，往後亦都有希望，亦都有支線去油塘區。咁希望即係其實喺個標書上邊，佢哋都承諾都會留翻呢個嘅空間。希望往後成立咗呢個嘅路段之後，都仲可以有空間可以延伸嘅支線。係因為油塘灣嗰邊有大發展噶嘛，第日就搬好多嘅私人住宅喺嗰度興建。咁而家留個尾巴都好事嚟嘅，咁但係快啲上馬啦！呢6個站救活翻個碼頭。咁而家提個文件睇到咧，即係3E區度有啲住宅用地，可能都會作為發展呢個綠色運輸系統嘅融資嘅安排嘅喎。咁餘下落嚟剩翻嗰個地係咪就係以前個方艙咧嚇？而家就話青年活動空間，咁係咪其實長遠嚟講都不如快手變翻做公園也好，你我嚟作其他用途發展也好，有冇呢啲咁嘅討論咧？區議會？係，咁我哋琴日就暫時就未有呢個討論，咁但係都知道即係啱啱你所講，方艙醫院就嚟緊會先做呢個青年驛站先啦。咁其實青年驛站其實都相信都係會能夠配合到一啲即係青年嘅發展之餘，亦都可能有啲旅遊或者一啲文娛創新嘅活動嘅。咁呢個當然對區裏邊都有一啲嘅好嘅影響。咁但係其實方艙醫院而家你嘅部分咧，其實都嘅位置其實就正亦都係預留咗咧，係俾呢個即係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一個興建之用。咁所以其實呢個都非常之近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會有一個嘅相對嘅一啲一啲 fight 可以進行到咁樣嘅。咁另外睇翻咧，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呢，嗰區應該熱鬧咗啦。週末呢，園區有嘉年華會舉行啦。咁月底呢，更加有七欖賽事，同埋年中呢，有唔同嘅演唱會以及一啲大型嘅足球賽事添。作為區議員，點樣去監察有關嘅情況，同埋居民初步嚟講呢，個反應係點樣呢？其實當然即係咁多嘅測試活動嚟緊，亦都有七欖等等嘅演唱會咧。居民當然都係非常之興奮啦，都係好迎接呢啲盛事嘅。咁其實即係作為區議員啦，其實每一次活動都有去盡量都會有出席啦。咁亦都有睇一睇可能一啲散場交通上面嘅安排。咁相信即係經過咁多次嘅經驗咧，不論警方也好或者園區自己都好咧，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嘅散場嘅安排啦，或者協調嘅安排。咁當然可能喺活動上面嘅敏感度咧，相對要逐步提高啊，因為一啲活動嘅一啲嘅等級咧都開始提高啦。咁所以我相信就嚟緊都會多啲意見啦。咁其實枕著其實喺測試活動裏邊見到嘅一啲問題，不論大問題小問題都好咧，都有同園區咧緊密嘅溝通嘅。咁大家交流意見，希望往後咧都可以再做得好啲，係俾大家公眾見到嗰個效果咯。咁唔好叫啲居民食死貓啊！嗰次凌晨要講啲
啲桌球賽啲觀眾走啊，開頭傳出嚟話我哋驚啲居民附近啲人要清靜啊咁其實即係居民都冇咁嘅要求啊，即係你嗰100零人，戲院散場都有啦100零人啊，你唔可以叫啲啟德居民食咗個水貓死貓好似好難招呼咁樣係嘛？咁實情即係你聽到區議員聽到最直前線啦係嘛？都可以和平共處啊，暫時係嘛？都 OK 嘅，係啊。不過我最緊要咧就係我諗嚟緊一啲全運會嘅活動咧，嗰個經驗上邊咧，就可能要早啲開多啲 pre-meeting 啦。咁啊，每一個活動嘅一啲即係我稱即係可能 pros and cons 或者一啲需要留意嘅地方。咁可以要開啦，下個禮拜要開場啦，你要快啲個禮拜要同佢開會啊。最緊要係小心謹慎啦，順利舉行嚇。咁今日咧，我哋同咧九龍城嘅區議員咧張景勛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